再来看咱国内诈骗是真畅手哦，法务部嘛按什么来立法提悬诈欺的刑责？诈骗的金额超过1000万，也是讲假做公务人员来诈骗3个人以上的共犯，适当来判3档以上10档以下有期徒。相关的草案哦，已经送行政院审议。刑警做伙破门攻坚，查到几个嫌犯涉嫌用假检警的身份，甲一个为文化产业退休的查某董事长诈骗1亿8千万，创下治安历史上高一个个案财产损失上济纪录。接获假冒刑警的通知，谎称他账户涉及洗钱，然后要求他交付相关的现金以及账户监管。不法集团诈骗的行为骗走受害者真大条的财产，法务部提出打诈专法，锁定这种金额真大诈欺的犯罪，只要共诈骗1000万，互民众损失严重，建议提悬刑责3年以上10年以下。来，你在做车手对不对？啊？你是人家叫你来收钱的啦，对不对？去哪边啊？我第一次啊，对他叫你去哪边啊？面对警方的搜查，这个查甫人手是皮皮抓，警方为伊的牌仔内底标出柜做地检署的传票，包括这种诈骗，嘛是这届党法的范围。未来若假做假的公务人员，利用广播网络来散布，或者是透过深度伪造等等特殊犯罪手段，只要3个人以上共同犯罪，拢总归为当当裁罚。你的这个手法又是以声位或者以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话，我们认为就是说，如果共犯人数达到12人以上，我们认为更应该再加重。那加重刑责，嘛提悬诈欺犯假释的条件，嘛建议第3届犯诈欺罪入监的人，未来袂当假释。打诈专法相关的草案已经伫行政院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